妈那个样子，以后啊，别指望我给她养老。我妈什么样子啊？是饭没做还是屋子没收拾啊？出钱的是她，出力的是她，到最后一无是处的还是她，你还要她怎么样啊？干活不上心，还不让人说了？你是她肚子里的蛔虫啊，你怎么知道她没有用心呢？没有做到你的心坎上，就是没有用心吗？你也别老拿养老威胁她，她连她自己生自己养的都指望不上，她怎么会指望一个花钱娶来的儿媳妇呢？说的好听，她不指望我们，能指望谁啊？我妈出钱出力，从来不是换取我们给她养老，是因为她生了我，我是她的孩子。一个母亲最大的软肋就是自己的孩子。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你觉得我妈会在你面前活得那么卑微吗？同样是母亲，你看看我，你再看看我们的儿子，你放过今天的我妈，就是放过明天的自己。